從繁華鬧市嘅香港走入人類發源地嘅肯尼亞，遙望動物大遷徙嘅壯觀奇景，肯定令人嘆為觀止。位於東非嘅肯尼亞，睇嚟同大家關係唔大，但係又同全球人類有好深嘅淵源，因為佢被視為人類最早文明發源地之一，發現咗現時最早人類遺骨嘅東非大煉谷，更加成為咗世界嘅遺產。大家所見到嘅就係首都內羅比嘅環境，清潔嘅街道，右軚揸嘅車，四周圍都見得到嘅英文。呢一種熟悉嘅感覺嚟自於肯尼亞都俾英國殖民統治過嘅背景，咁所以無論國家法律、官方語言以至城市設計都保留住英國嘅風格。各地旅遊人士都稱呢度為東非小巴黎。仁愛堂今年聯同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合辦嘅仁愛堂極地之旅肯亞，喺2013年嘅7月16號，由5位嘅資深生態導師帶領23位嚟自不同階層嘅學生走進非洲嘅肯尼亞，探討人類同生態嘅環保議題。學生將會接觸當地土人，體驗文明發源地嘅自然文化。勇闖國家公園保護區，觀察舉世聞名嘅動物大遷徙；喺赤道下進行實驗，接觸黑猩猩、犀牛等等嘅瀕危珍稀動物。而海拔2500米嘅睡火山，更加令一班學生去自然嘅大。而學生仲充當小主持，向觀眾以第一身角度分享由你得出嚟嘅成果以及心得。從城市深入自然，身心嘅準備成為咗旅程最大嘅挑戰。為咗令一班學生適應野外嘅世界，喺出發前3個月，導師、贊助商同埋專家們為學員安排咗服裝同埋訓練，好似濕地觀鳥，訓練佢哋喺野外嘅觀察力。間條黑綠對點？哦。咁咧仔細望下咧，佢有個計噶噃。要練到你一舉就即刻見到，我想。野探昆蟲，要學習辨別昆蟲，更加要學習克服喺野外黑暗嘅恐懼。而家咁樣嘅天氣咧，非常之適合出嚟睇呢啲。呢個標街嘅。呢個咧唔見咗。橙色係呢個。嗰一隻好特別嘅，特別喺大部分住樹上面嘅雀仔。佢一跳就係向我哋呢度。深入原始嘅自然世界，身邊再冇一切科技嘅協助，學員需要對身旁嘅朋友信任同合作，強化體能，等自己能夠喺野外克服一切可能突如其來嘅惡劣環境。腳準備放先，腳準備放。除此以外，專家亦都教導學員呢方面嘅生存技巧、辨識動物嘅方式，同埋攝影器材嘅技術以及運用。都可以去做一啲上天人後。經歷過一連串充足嘅準備之後，呢班年輕嘅學員將會首次踏進呢個遠離城市嘅自然世界。喺出發前最後尾一次集會上面，除咗活動委員之外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亦都為學員今次嘅極地之旅打氣。一班後生仔心情雀躍，而佢哋身邊嘅父母亦都對今次嘅旅程抱住更大嘅期望。俾啲心機，睇多啲嘢，學多啲嘢翻嚟。咁難得嘅機會咧，去到睇一啲我哋平時睇唔到嘅嘢咧，希望你有啲得着啦。帶啲相翻嚟睇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你去到呢一個 trip 咧，其實真係好正啦。我有少少妒忌，其實。入鄉隨俗啊，要睇嗰啲風土人情，要人哋跟住大隊去做乜嘢嘅，你唔好超出2歲，唔好自己離隊嘅，咁就 OK 啦。阿爸阿媽都好放心噶啦。梗係希望佢可以學多啲嘢啦，可以吸收唔同嘅經驗啦，因為呢啲喺課本裏邊係學唔到嘅。喺下集，呢一班學員正式踏進肯尼亞嘅土地，到底呢一個自然世界能夠帶俾呢班學員有幾大嘅衝擊呢？